四支嘢咧就係比較重啦，亦都比較巨型咯。哇！佢哋咧同我哋平時咧喺日本嘅藥妝店見到嗰啲細支咧好唔同嘅，特別大支嘅，因為咧佢哋係喺日本嘅銀座美容院直送翻嚟嘅，所以咧係美容院嘅 size。咁一支咧等於出邊嗰啲咧2至3支咁嘅容量嘅。仲要咧，佢嘅成分入邊係加咗幹細胞，仲要係珍貴嘅人體幹細胞喺入邊㗎。你哋平時用緊嘅洗面啊、化妝水有冇加到幹細胞呢？因為幹細胞咧就可以幫我哋嘅皮膚做一個抗衰老，咁所以呢一 set 嘢咧就特別適合一啲成熟皮膚嘅人士使用啦。仲要係咧，佢冇礦物油啦，冇有害嘅防腐劑啦，冇酒精啦，性質非常之溫和，特別照顧到咧敏感嘅皮膚嘅。佢哋分別係卸妝乳、潔面乳、精華水同埋呢個乳液嘅。呢支卸妝咧非常之強勁，即使係一啲咧防水嘅彩妝啦，佢都可以做到一個咧即時乳化嘅效果，幫我哋嘅皮膚咧係卸得好乾淨嘅，防止一啲化妝品咧殘留喺我哋皮膚上面。咁而且咧呢支卸妝咧仲特別加入咗珍貴嘅幹細胞啦、膠原蛋白同埋透明質酸，即係話咧我哋一路卸妝咧，其實順便咧幫我哋嘅皮膚做埋保養添㗎。另外咧呢支潔面乳啦，除咗話日常攞嚟洗面之外啦，佢咧譬如防曬啊、淡妝嗰啲咁啦，都可以洗得好乾淨嘅。咁而且咧佢個泡沫咧係非常之綿密豐富嘅，入邊咧就加入咗咧幹細胞啦、富勒烯、透明質酸等等嘅成分。咁咧你就咁攞佢嚟洗面嘅話咧，個皮膚都會越洗越靚嘅。洗完面之後咧，就即刻為你嘅皮膚咧飲呢一支嘅精華水啦。等你個皮膚咧可以做一個咧深層保濕。咁如果咧有啲人咧屋企有導入機嘅話咧，你都可以配合埋佢使用嘅，咁就可以做一個咧水光療程啦。咁呢支乳液咧，你用完化妝水之後咧就可以用佢噶啦。入邊咧都係加咗幹細胞啦、透明質酸啦、維他命 C、紅果金呢啲成分，可以令到我哋皮膚咧自身膠原。咁同埋咧佢都幾大支嘅，所以咧好多人買咗翻去之後咧，順便咧攞嚟搽埋身做埋 body lotion， 令到咧全身嘅皮膚咧都充滿彈性㗎。咁呢4支嘢咧而家做緊限時買1送1，而且咧仲可以運款添㗎。你哋入咗貨未咧？